响应政府的净零碳排，伫个绿能哪来哪发展的状况，如何稳定供电，都能的设备嘛哪来哪被重视。专门制作磷酸锂铁电芯的昌利科技，特别结合西门子甲威力工业，推出昌利储能柜的系统。16号上午特别举行发表会。请启动，按下我们的魔球 ，ESG 储能有趣智慧配电，昌利储能柜，预祝我们的电机长虹大发利市。昌利储能柜的系统除了配有昌利科技专业生产的磷锂酸铁电芯以外，另外结合西门子的储能功率调节系统，甲威力工业的能源管理系统。确实达到小丰田谷的电力调节，确保用电无过滤。我今天装了个储能柜之后，我这个需量就能够做管控。那这个空间的部分，我就可以透过易电这个平台，然后去支援台电的用电。好，我想今天主要展示就是区块。为什么要展示这个区块？就是一旦你企业做了降载，就是目前符合 ESG。现在 ESG 大家说到底要怎么做可能是种树啦、铺太阳能等等。那我们觉得你只要装一个储能柜，你可以确保本身自己的用电没有问题，而且可以去做企业的 ESG。我想 ESG 是一个世界的趋势，也是个潮流。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模式，不但说你的用电可以确保无虞，而且去做 ESG， 可以做企业的降载，可以消峰填谷，甚至可以支援台电的电力。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要跟各位表达最大的目的。目前昌利科技推出的家用、商用甚至工业用的储能柜拢有，亲像这台27尺的货柜，就是复合式，将电池加电力控制器来结合，电力有1 MW， 上大会用到1.8 MW。我们昌利目前设置的标准的20尺货柜有分2种，那一种是复合式的，所谓的复合式呢，就是电池加上电力控制器 PCS， 然后浓缩在一个货柜里面。那目前的配比呢，我们可以做到1 MW 时配一台1.2 MW 的 PCS， 然后可以放在一个20尺柜。那如果单纯电池柜的话，我们目前20尺货柜可以装到最大的容量是 1.8 MW 时。那目前我们有这2种标准的模式。昌利科技伫个电池模组一档的产值大约是100 MW， 预计今年第3季完成半自动化的生产线，产能会用个提高 2.5 倍，达到250 MW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